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神的恩典天天都够我们用。我们不只要开口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要全心来敬拜我们的神，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站立，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献上我们最深沉的敬拜。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记住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慰藉，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你里。我要全心赞美，要颂扬你名，在你眼中一日生活在全世上坚持。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你我不神永不息。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记住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慰藉，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你里。我要全心赞美，要颂扬你名，在你眼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坚持。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你欢呼声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我要全心赞美，要颂扬你名，在你眼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坚持。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你欢呼声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我要全心赞美，要颂扬你名，在你眼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坚持。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你欢呼声永不息。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用掌声将这的荣耀，最大的掌声将这荣耀献给我们天上阿爸父神。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神是我们的依靠，神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用信心向神宣告，主是与我们同在的主。尝过主恩的滋味，还有什么更甘甜？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世界不再吸引我，主爱胜过全所有。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的生命海阔天空。无论环境顺利，我深深相信，
主的恩典一定够用，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能勇敢面对明天，困难都将过去，我靠主站立，定睛天上荣耀冠冕。尝过主恩的滋味，还有什么更甘甜？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世界不再吸引我，主爱胜过全所有。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的生命海阔天空，不论环境顺利，我深深相信主的恩典一定够用，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能勇敢面对明天，困难都将过去，我靠主站立，定睛天上荣耀冠冕。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的生命海阔天空，不论环境顺利，我深深相信主的恩典一定够用，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能勇敢面对明天，困难都将过去，我靠主站立，定睛天上荣耀冠冕，困难都将过去，我靠主站立，定睛天上荣耀冠冕，困难都将过去，我靠主站立，定睛天上荣耀冠冕。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你是配得一切荣耀的主，你的尊贵，你是尊贵权柄的主。今天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不仅是要开口赞美你，我们更要将我们自己的心意来摆上。主啊，谢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而活，而是靠着主你的恩典能力来行。主，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主你是我们的力量。主，当我们彷徨的时候，主你是指引我们的道路的主。当我们忧伤的时候，主你是安慰我们的主。主啊，
求你圣灵此时此刻与我们众弟兄姐妹以及线上弟兄姐妹以及所有渴慕你的人同在。主啊，除去一切拦阻我们与主你亲近的事情，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更加的跟随你，更加的对准你。让我们今天的祷告会充满主你的同在，让我们听见主你的声音，让我们在生命中更多经历主你的作为，让我们的生命中更多的被你来改变。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主你的面前恭敬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大家平安。好，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啊，是在约翰福音第9章1到7节。那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耶稣在路上看见一个就失明的人，他的门徒问他：老师，这个人生来就失明，是谁的罪造成的？是他自己的罪，或是他父母的罪呢？耶稣回答：他失明跟他自己或他父母的罪都没有关系，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上帝的作为。趁着白天，我们必须做差我来那位的工作，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工作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我就是世上的光。说了这话，耶稣吐口水在地上，用口水和着泥抹在盲人的眼睛上，并对他说：你到西罗亚池子去洗吧。西罗亚的意思是奉差遣，他就去洗，回来的时候能看见了。好，以上。好，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分享的信息是神迹在哪里？好，神迹在哪里？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的经文，我们在今年的3月份圣经共读我们有看到嘛这是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行的第几个神迹？1、2、3、4、5，第6个第6个神迹。那今天要讲神迹在哪里，就是其实我们都很期待神迹，对不对？希望说神迹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来让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但是神迹它的存在，它好像是在告诉我们说神跟我们同在，好像是神的作为，好像神代表他爱我们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这是神的心意。但是有时候我们人呢，在寻求神迹的时候呢，我们却不是这样想。我们通常都会希望说神迹是来帮助我们，好像解决我们的问题，解决我们的困难，好像希望神借着神迹来帮助我们达到我们要的目标好像为自己寻求好处所以我有在网络上去查我们现在世人最想要看到的神迹是什么？好，那所以有这个第一个当然就是绝症得医治，然后医治的神迹。第二个就是关系修复的神迹，然后再来就是得到供应的神迹再来就是启示的神迹，然后再来是更新的神迹。以上这5点神迹呢，通常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很想要去遇到这些的神迹那但是约翰福音第6章第26节这边说，耶稣直接点破了人性的盲点。他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看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如果我们把神迹当作是我们的一个好像帮助我们好像把神当作我们的工具要来满足我们的需求，来达到我们的目标，其实这样子跟神的心意就相违背了。刚刚这一段的经文是在讲哪一个故事？5饼2鱼的故事耶稣他在上一页
五饼二鱼的故事，它在人的观点，好像我们跟随耶稣当时的人都是希望说可以得到生理的满足，好像可以跟随耶稣我们就可以吃得饱足，好像在满足我们生理上的需求。但是神的心意，他是要让我们了解耶稣他是生命的粮让我们知道我们灵命上也是有缺乏的需要透过耶稣认识耶稣来跟随耶稣，让我们的灵命也可以得到饱足所以在马可福音第8章12节有说到，耶稣很难过的说在这世代你们还求什么神迹呢？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所以那怎么办呢？今天要讲的是神迹到底在哪里？那所以我今天用3段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段是神迹，它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从这一段经节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所念的耶稣他吐唾沫在泥土，然后抹了瞎子的眼睛，然后叫瞎子去西罗亚池子去洗，他就去洗，洗了之后呢，他就看见了。我们从这整段的经文，我们可以发现，耶稣他没有跟这个瞎子讲到任何一句话，对不对？他只是在跟门徒对话，对话完了之后呢，就开始做他的动作，然后医治这个瞎子。所以瞎子他也不知道耶稣是谁，也不知道耶稣在做什么。那甚至这个瞎子他也没有说任何的一句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没有任何的对话。我们以常理来看，如果泥巴抹在眼睛会怎么样？会不舒服嘛会反而会更瞎，对不对所以耶稣他用他的方法来医治这个瞎子所以神迹真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但是这个瞎子有没有拒绝？没有。他有没有顺服？然后他没有任何的反对，也没有反抗，也没有问耶稣说你在干嘛，你在做什么都没有讲他只是静静的，他都没有说任何的话。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可以学习到说这个也是一个顺服的表现。所以有时候我们学习当我们生命当中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来寻求神就像那个乃縵的故事我就想到乃縵将军的故事也是一样。乃縵将军他是一个大将军当初他去找那个先知要寻求医治的时候呢，他也不知道他心里有一个想法是他有一个想法好，没有写出来好，他的那个想法就是他希望这个以利沙他可以出来看他然后可以用他自己想象的方式来医治他但是呢，这个以利沙他没有这样子做。他说：“我原想他必出来向我站着，求告耶和华神的名，在患处上摇手治好这个大麻风。”所以这个乃縵将军呢，他在他心里有一个被医治的一个蓝图，但是这个以利沙却没有按照他的想法，他反而叫他去洗澡，洗7次。这个对乃縵将军来说呢，这个真的是出乎他的想象所以由这2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神迹它要产生呢，确实跟我们的想法都不一样这是第一点我想要分享的。第二个是神迹需要人的参与，神人同工这个瞎子呢，耶稣对他说：“你到西罗亚池子去洗。”大家想一想这个瞎子的心情。耶稣没有说你去洗了之后就会看见，或者是你洗了之后呢就会得着什么他只是叫他去洗。所以这个瞎子他只是眼睛被那个泥巴抹了，然后耶稣叫他去洗，他也不认识这个人，而且他去洗他要走很远的路根据圣经的记载，大概要走600公尺的路。一个瞎子他没有看到前面的道路，他还要走到600公尺之外去洗
好，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哈，如果当这个瞎子他不愿意去做这个动作，不愿意去洗，这个神迹会发生吗？会产生吗？所以其实神迹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神他要医治我们，也必须要我们愿意顺服，我们也要愿意来参与在这当中。其实神他不是没有办法独立完成神迹，好像神有那个平静风浪，好，神也是发出命令，好，风浪就平静了。然后后来的巴底买这个瞎子的医治也是一样，当这个巴底买他说他要得到医治的时候呢，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他就得着医治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有4个在约翰福音当中有4个神人同工的见证。第一个就是迦拿的婚宴，水变成酒。这个如果人不倒水在缸里，神迹也不会出现。然后第二个是5饼2鱼，如果这个小朋友他不愿意奉献，不愿意拿出他的饼来，这个神迹也不会出现。第3个就是拿撒路复活的神迹，如果我们人不愿意挪开那个石头，拿撒路他还是会在石头里面，他没有办法走出来的。然后第4个就是我们今天看的希罗亚池子这个瞎子，如果他不愿意迈出他的脚步，我相信这个神迹也不会产生。所以我认为神迹它是神人同工的一个成品，神有办法独立完成，但是神更希望我们与神一起来参与神迹。好，所以我们可以学习这个瞎子，当你真的面对不明白的时候，当你真的不了解的时候，我们仍然要相信神，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美好奇妙的作为。好，所以这是第2个我想要分享的，神迹需要人来参与。然后第3个要分享的是，神迹是要彰显神的荣耀，要为主来做见证。我们从第9章的一开始，我们可以知道门徒跟耶稣在对话，是在讨论什么事情？讨论瞎子犯罪还是他的父母犯罪？到底犯罪是从哪里来？是到底这个瞎子犯罪呢？为什么我在讲什么？为什么他眼睛瞎了？是谁犯罪？到底是这个小孩子犯罪还是父母犯罪？但是在约翰福音第9章第3节这边说，他失明跟他自己或他父母的罪都没有关系，而是要在他的身上彰显神的作为，要彰显上帝的作为来。所以这边可以让我们知道，重点不是说这个瞎子有没有得到医治，重点是得到医治之后有没有彰显神的作为，到底有没有办法让人来认识神，让人来跟随神。所以我这边我要分享的是，神迹它有一个目的，神迹的目的是要来彰显神的荣耀。好，我们念一次好不好？神迹的目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好，第5章16节这边也提到说，我们一起来念，你们的光也当照样照在这，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迹的产生的出现，目的是要来彰显神的荣耀。然后再来第2个要分享的是，神迹的价值是为了要让人来相信。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约翰福音11章15节，这边说，我为你们的缘故不在那里就欢喜，是要叫你们相信。好，所以拿撒路从死里复活，本来他的弟兄姐妹是要跟神求并得到医治，对不对？但是神他所做的是要让他从死里复活，
用这样的迟延的医治，主要是要让我们更相信神。好像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个年轻人也是一样，他被耶稣医治了之后呢，他说想要来跟随耶稣。耶稣对他说什么？耶稣对他说：“你回去，跟你的家乡的人说，神在你的身上做了什么何等大的事。”所以目的都是希望它的价值，神迹的价值都是希望让人可以来相信的。所以我们从这几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瞎子有没有，这个瞎子得到医治之后，他的作为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他有没有按照刚刚所讲的。我们看一下瞎子的见证有3个阶段，他为主做见证。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当他的邻居在问他说：“你的眼睛，你是不是那个原来瞎眼的那一个人？”他很大胆承认，他就是那一个人，而且说谁医治你的？他说那个人名叫耶稣，他医治我的。所以当我们愿意开口来将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只要勇敢的分享，勇敢分享我们经历了什么，这个就可以将荣耀归给神了。这是第一个阶段。这个瞎子把耶稣当作是人来看待，所以他分享了之后呢，我们来看第二个阶段，身份的提升，认定耶稣是先知。后来法利赛人问这个瞎子，因为那个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然后问他说，这个是谁医治你的？所以他很大胆的跟这些法利赛人说他是先知。所以当我们愿意越分享见证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越认识神。所以这个瞎子呢，本来认为耶稣他是人的，后来提升到他是先知。然后第3个阶段，神学的辩论，确信耶稣从神而来。在约翰福音第9章24节到33节这边有提到，当这些法利赛人来恐吓这个瞎子，说到底是谁医治你的？怎么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呢？他说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的，如今能看见。所以他说若不是神，什么也做不了。所以他从人，再来先知，再来最后他相信这个是神的作为。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分享见证神的作为的时候呢，我们越见证会越认识我们的神。所以结论就是我相信我们的神迹，它不要停留在我们领受什么，我们更应该要将我们所领受的回应给神。所以神迹它不是终点。如果我们把神迹当作是终点，这样子就是窃取神的荣耀。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关键就是，当我们愿意分享我们生命上所领受的，如何被神来翻转，如何被神来拯救，我们愿意来见证神，并且将荣耀归给神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经历的神迹。所以只要能够荣耀神的经历，都是神迹。阿们吗？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瞎子，他见证很勇敢的见证耶稣是神的之后呢，他最后是不是被赶出会堂？但是我们就会遇到最美的见证，就是遇见神。他勇敢的分享，勇敢的见证耶稣之后呢，最后耶稣主动去找他，然后并且也表明他的身份，并且这个瞎子他也愿意接受耶稣，他跟主说：“主啊，我相信。”所以这个瞎子在这个见证的过程当中，他认识耶稣，从人到先知，最后到他是神，最后遇见耶稣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经历神的一个过程。所以经历神就是遇见耶稣。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来下结论的。大家有没有阿们？
经历神就是遇见耶稣。这是保罗的观点，也是那个约拿的观点。保罗他有没有看过耶稣？没有嘛，但是他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他有遇见耶稣。他说耶稣显现给500多个人看，后来也显现给我看，但是他没有看过耶稣。他为什么会说他显现给我看？就是代表他经历神。这是保罗的观点。然后约伯也是一样，约伯也没有见过耶稣，他只是有听过耶稣，他没有见过神，但是他有跟神对话，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会说过去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我相信这个就是经历神的一个过程。好，所以经历神就是遇见耶稣。好，这个我讲过了刚刚保罗的跟约伯的经历在这个圣经上面都有做记载。所以最后我的结论就是，第一个，容许介入，就是让神的作为可以成为我们的舞台。就是不要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让神的作为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因为神的作为跟我们都不一样。第二个就是迈步顺服，在行动中承接神迹。我们要顺服神的带领，就像这个瞎子一样，愿意顺服，迈开他的脚步到希罗亚池去洗，神迹就在这当中产生了。然后第三个就是勇敢见证，用分享来荣耀神。每一次的分享都是在荣耀神，也在每一次的分享当中让我们能够更认识神。所以第四个就是亲眼见主，我们可以经历一生当中最大的神迹。所以我想要讲的就是为主见证就是荣耀神，能荣耀神的事都是神迹。阿们吗？好，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为主做证就是荣耀神，能荣耀神的事都是神迹。好，所以我要鼓励大家我们礼拜三有周三的祷告见证会嘛，对不对？也欢迎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多多来见证神。如果有安排到我们的牧区要做见证的时候呢，欢迎大家都来周三祷告会来见证，这是一个非常好荣耀神的一个舞台。当我们越为神说话，越愿意为神做见证，我们未来就会像保罗、像约伯一样，过去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做回应。
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今天透过这段的经文来告诉我们，神迹是为了要来彰显你的荣耀，而来见证神你的荣美。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为主做见证，也能够将一切荣耀归给神，也帮助带领我们教会的周三祷告见证会，让更多弟兄姐妹愿意将他生命当中所领受的一切都来向世人诉说，来荣耀归给神。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全然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恳求天父上帝与我们同在，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在这个时候，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想要求的神迹。刚才嘉生长老有分享，有的人希望的神迹是经历病得医治，有的经历是财富的翻转，有的希望经历的就是关系的修复，或是经历上帝的供应。我们都需要上帝的神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许我们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一点时间来为你心中想要求的神迹，不论是病得到医治，或是关系的修复，或是上帝的供应，或是你能够得到上帝的指引启示，还是你能够得到上帝的更新生命的改变。记得这些神迹就是要来见证神荣耀神。我们这时候花一点时间为我们自己心中想要求的神迹，或是为着教会，我们来同声来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一个厚赐万物给人，你也是垂听祷告的神。主啊，你知道我们心里面所求的，你也知道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主啊，我们把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所遭遇的欠缺、困乏，或是困难和挑战，主啊，都要带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互阮伫得时无得时的时阵，主啊，拢知影上帝你是听祈祷的主上帝。主啊，我也要将阮个人的需要、家庭的需要、生命中间所拄着这恶单等的事，也拢要带到伫主你的面头前。求上帝你来听阮的祈祷，祈求上帝你也听见这个催眠的人的祈祷。主啊，等你叫阮找起阮，爱阮出去说的时阵，主啊，互阮真正欢喜顺叹你的话。主啊，当你要我们奉差遣出去的时候，主啊，我们要向以赛亚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让我们每一个都是奉差遣的，让我们每一个都是被主所医治的，被主所洁净的，也让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被主你所供应的生命。主啊，因为你说盗贼来是要偷窃、要杀害、要毁坏。但是耶稣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要得的更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恳求你赐下那丰盛的生命，还有应许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好让我们经历神迹，也在神迹当中能够为神做见证。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也愿神能够使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接着我们要来为我们的进入公祷，就是为我们的世界、国家、社会。好，这段祷告要请德恩执事来带领我们祷告。首先我们要为世界杯好的这个足球赛，好，听说今天这个是梅西在一局里面就进了3球，这个是，而且他下个礼拜就39岁他也破了这个纪录。但是运动呢，让国家之间的竞争可能成为体育场上面好的交流。那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世界杯当中能够看到国家和国家好的互相的切磋，而是一个对世界的一个祝福。第二个，我们也为台湾，我们这下了2个礼拜的雨那有一些地方受到灾害的影响，但有一些地方水库也得到灌溉和滋润。那我们也求主能够来祝福，让这些雨水能够来润泽这片土地，能够润泽大地，也能够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求主来垂听这个地上的祷告，让我们不遭遇干旱，但也不遭遇这个水荒。第三，我们也为我们的城市社会来祷告，特别就是在这个 AI 的许多的制造大厂，
那桃园也在向这个 AI 在前进，也求主祝福我们的城市能够在科技业、传统产业，或是呢能够在各行各业当中都能够有属天的智慧，还有属神的这个视野，让我们能够为城市、为社会、为国家来祷告。所以我们这时候一起同声开口，为世界、为国家、为社会，请得恩执事来带领我们祷告。世界、国家以及我们的桃园献上我们的感恩以及祈求。主，我们在今年2026年再次有世界杯足球赛的比赛。主，这是一场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个国家举办的盛事。主，求主来保守所有在这个往返当中所有的主办国的旅客，还有所有的球迷能够出入平安。愿赛事期间一切顺利无阻，没有任何的意外与冲突发生，也求圣灵运行在每一位参与者的心中，让这场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会成为促进各国和平交流的桥梁，能够再次消除我们的种族、文化与政治的对立，使我们能够再次能与爱、以尊重来彼此相待，彰显你创造人类为一家的心意。主啊，再来我们要为台湾这片土地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最近虽然有好雨解除了我们缺水的问题，但是也造成了一些农业的损失，许多农民正经历困苦。主啊，求你再次亲自安慰他们受伤的心灵，再次供应他们的所需，能够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恢复生计。主啊，求主保守接下来台湾能够避免接受到更严重的天然灾害侵袭，也赐下智慧给政府与民众，让我们能够再次学习做你忠心的好管家，爱护你所创造的美好环境，善用资源，保护土地的生态。主啊，最后我们将桃园这座城市献上你，在你面前。主啊，我们知道现在有许多 AI 制造大厂要群聚，主啊，桃园已经成为世界 AI 的重要重镇。主啊，求你再一次赐给市政府团队、产业的领袖以及所有决策者，有属天的智慧与宏观的视野。主啊，在大力发展 AI 产业的同时，也能够妥善规划城市的资源分配、水电供应、交通运输以及居住环境。是啊，主啊，求你再次让科技进步能够真正带来城市的全面升级，能够再次造福我们每一位市民与家庭，让荣耀与宜居并存。主啊，我们最后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再次将这样的教会放在桃园这个地方，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会友再次能够在这个地方为了我们身边的人做见证，带领我们每个人能够在这个地方再次尽忠职守。我们最后献上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接着我们要来为教会来祷告，那我们有3项。首先我们为着6月28号在下去的那个礼拜天，我们有年度的事工研讨会。除了检讨我们教会上半年的事工，也要为下半年到2027年明年的事工来做规划和准备。透过是这个研讨会当中所有教会的核心同工，大家的集思广益，特别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教会的困境，也能够找出教会的问题，也能够透过大家一起的参与探讨，能够让教会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去把各样的事工、各样的服事、各样的关系都能够调准，对齐上帝的心意能
够使迦南教会继续迎向接下来的70周年。第二，我们也要为来的这个礼拜5、6日有端午节的连续假日，那有一些弟兄姐妹外出返乡或是出游，也求主保守大家的出入平安，交通的顺畅，以及在端午节这个礼拜天就是夏至所以也代表我们要进入夏天，天气多变，也求主保守我们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第三，我们也要为教会这个礼拜也要在端午节当中也要进行全教会的消毒那也求主保守消毒的过程也都能够一切顺利，也能够让教会软体硬体都能够完善，能够成为一个敬拜上帝的一个圣洁的场所。好像我们看见所罗门他建造圣殿，能够让上帝的荣耀云彩充满在圣殿当中，也愿我们所建造的教会是一个充满荣耀上帝云彩的教会。我们要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这段祷告要请文成长老带我们做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在教会能够来进行暑假的研讨会，也是互阮的核心同工每一位兄弟同工拢会当参与伫这个探讨的中间。教会且设立万一致，希望伫这个桃园所在，为主你来做光做盐，引带一个人来归向你，放挂你的国度伫桃园的这个所在。所以主啊，阮恳求你，亲像早时你赐了智慧，予所罗门王迄款的智慧，搁一届降临伫丹木斯的身上，甲伊所领导这种子复兴同工，互因有对天命来的智慧，通伫教料理你的教会。今伫6月28，万有核心同工的研讨会，主啊，赏赐因智慧，互因所讲、所想、所要做的，拢下注你的心意，通得到好，逐朋友的认同，大家同心合意。为主你的国度来打拼。主今伫6月2日，伫这个夏至已经到了。主啊，伫这个大天的时，天气变化的时，主啊，阮恳求你来保守看顾阮的长者，互因伫这个变化时，用真紧来适应这个天气，互因无造成身体的损害。主你保守看顾。伫6月19，阮伫教会要有清洁。主啊，求你来帮赞，互这个教会成做一个芳芳的一个所在，来敬拜你。主啊，咱伫外体，阮安尼清气，总是阮的内心，犹原恳求主你来帮赞，互阮用清气的心、正直的心来朝见你，来敬拜你。互你的教会伫这个所在，成做这个世界的见证，荣耀主你的名，伫桃园这个所在。主啊，恳求你帮赞，伫6月19也是肉粽节，主啊，求你来帮赞，互阮的会友，假是有人出外，有人甲厝内的人相甲组织，主啊，求你拢帮赞阮，互阮所讲、所想、所做，拢无失福。互主你的名得到荣耀，通鼓励人来归向主你。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阿们。好，最后我们要为教会的肢体集体来祈祷。首先，我们要为怡红姐来祷告。她在5月左大腿骨裂半夜开刀。开刀之后，因为需要照顾，暂住在护理之家，那也在接下这个礼拜，要转到安养中心，也求上帝看顾怡红姐，伊会当有得到好的安排照顾，甲2个后生的照顾，洪琪甲洪伟，无来做家厝内的负担，嘛当互怡红姐，会当来愈健康，
买当愈来愈坚强。第二也为着温柔小组的信主兄，伊的这个左膝的关节开刀以后的复健，甲左倒蕊目睭的视网膜病变，造成这个视力的这个影响，还有受到这个一段时间忧郁症，求上帝来看顾，这个信主兄，也当有得到真好的治疗。第三，也要为着蔡贵兄，是这个桂英杰先生，伫顶礼拜已经来出院，这礼拜今日回诊，后礼拜要继续来看心脏，也求上帝来看顾这个蔡贵兄，伊是5月5月才来洗礼后，求上帝来看顾伊，互伊会当有信心来跟对主，嘛会当有喜乐的心，就是荣耀。第四，要为着志香长老，伫6月11号，来西西区跋倒，左大腿骨折已经完成手术，今日已经出院啊，要持续的来复健大概爱几个月的时间，要求上帝来看顾保守，互这个会当真紧就来复原，真紧当来恢复。第五，为着这个枫叶节是和平小组在关心的这个姐妹对大陆过来台湾，她有一个女儿叫姿贤也是国2，但是有淋巴癌，已经做淋巴的这个已经手术了，在做化疗，所以今嘛在家里面自学，无都可以好好。求上帝当看顾这个姿贤，这个妹妹，她能够战胜癌细胞，也能够来认识主，也当伊即马住伫这个民族公园的附近的所在也求上帝来看顾伊，也当恢复正常的生活，嘛当搁较来勤调主、挖靠主。最后是为戒成长老，伊这个要预计要来做洗肾要洗邮寄，也求上帝来看顾伊的这个身体邮寄，甲伊的这个免疫系统身躯拢会当臃肿，会当互伊的这个好的精神、好的体力。所以咱有这6位兄弟怡红姐、信主兄、财贵兄、志香长老、知贤同学、甲戒成长老，以及咱所知影我们所知道的家人弟兄姐妹，我们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为他们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你让我们彼此成为肢体，能够彼此来代祷，互相来守望。主啊，我们也为着在教会当中、肢体当中、身心灵遇到软弱、欠缺，或是遇到疾病、疼痛，或是孤单，主啊，或是需要的弟兄姐妹来为他们来祷告祈求。主啊，求主来供应，求主来照顾，并且赏赐神迹。主啊，让这些神迹奇事，主啊，在信的人主啊，就有神迹奇事来随着他们。主啊，让他们能够经历上帝的供应，经历上帝你的医治，能够经历上帝的同在，在他们身上来显出上帝你奇妙的作为，更透过这些的神迹，能够来见证神、荣耀神。主要使他们认识耶稣不仅仅是一位人，是一位先知，也知道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救主，是生命的主宰。主要让更多人都能够来归向你，更多人都能够来敬拜你，都能够来亲近你。主啊，我们这时候要为怡红姐来祷告，主啊，求你来帮助怡红姐，主啊，让她开刀之后的复原康复，以及她的身心灵，主啊，都能够得到医治，得到痊愈，主啊，能够得到上帝的同在和祝福。也为信主兄来祷告，求你保守信主兄他的视力、他的生活，在家庭的起居、出入都能够有平安。主啊，我们要为财贵兄，主啊，求你继续来兼顾他，主啊，使他的肺部、积水都能够，还有心脏，主啊，他的身体也都能够坚固，能够靠主得到医治，得到供应。主啊，也要为志香长老他的大腿的手术来感谢，也求你保守他，让他在手术之后的康复能够正常的行走、行动，不受到影响。也为知贤同学他的淋巴癌化疗，主啊，在这段期间也求你看顾他，让他能够经历神，遇见主耶稣，也能够经历神你的同在。也为戒成长老来祷告，保守戒成长老，让他在他的肾脏
还有他的免疫系统，主啊，都能够有主你来医治他，与他同在，让他身心灵都能够更健壮。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有这段祷告的时间，让我们晚上有这个祷告的聚会，主啊，我们为着世界，为着我们的国家，为着我们社会，还有教会，也为着肢体来祷告，也为着上帝你所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借着祷告来宣告，在人所不能的，在神你凡事都能。主啊，让我们能够信靠你，坚定来倚靠你，让我们能够知道主你要成为我们的救主，也要成为桃园的救主，也成为我们台湾的救主，世界的救主。主啊，让世人都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来得着丰盛的生命。主啊，也求你的圣灵的火继续点燃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主啊，让我们能够把祷告的火点燃，也为着迦南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对内是祷告的教会，对外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主啊，让迦南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主啊，都能够早晚的亲近神，能够领受上帝的话，领受圣灵的更新。主啊，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查验神你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主啊，愿上帝你与我们同在，也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祈求，求主垂听，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个地土，上帝的复兴要来临。我们这时候最后一起用主的主导文，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能够一摆拍婆啊，将一切荣耀归到上帝。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的祷告会到这里，我们彼此来握手，彼此来请安，彼此来祝福，晚上来祝福，让大家平安。